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晚嘅福喜乐呢个节目。大家就知道冇冷天度咧，大家天气嘛，该是系手起到东变东冷，脚也起到东变东冷。上次咪起到咧，脚少，估计呢是少耐以来咧，到底係咪個原因咧？好，今頭好老大家來講一下，先來分享一啲今屆來賓其實係呢個中醫師林金澤先生分享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林金澤韓醫師，你喺中橋服務。分享先生，所以先生今日此我少解時間係講漢醫師、韓醫師，因為你頭擺講韓醫嘛。我當時督導啊，非常後生，還會有講到安好嘅韓醫師，所以先生你平常時有在聯合會係冇？應該講，我卡有機會講啦。像我爸講海風嘅，我媽講時間，所以我爸爸講海風，我媽講時間。所以兩種都會講。是嘅，我咪做得。係哦，梗係講要呢去看片、看欣賞，係講要督導客家人，你會用客家話撈去對話冇？會啊會。係講至少阿公阿婆去看欣賞嘅時間，就本欣賞看嘅時間係講，你就得用客家話來撈，記得講，記得遲到動親切。係，聽錯翻樣，所以我會建議講，行擺係講，要人行落來是先問我係客家人冇，係是用客家話，撈佢來問緊然後，哎呀我阿公阿婆是咪遲到？哇，就是覺得很親切，動親切又動貼心那種感覺。其實自家會談腔頭，偷偷談去講我嘅腔頭，是我團講係咩行業？係咩有客家國語？係講有一點這個新竹，有冇像你客家國語界，啊種界感覺是做得講客話吼。不過主要的目的是講，哇，線上其實佢講下講到非常介好。一般你看到中醫世界、韓醫世界時間，都會感覺好像是要在就是好重煙感煙勁，因為有一種養生的感覺。不過今日當番伊做啲繞牆頭線上呢度聊片，好，最重要到大家來講啊，基本嘅係講冷天度咧，你係講你咧保養，係講手腳有病有冷嘅容易，唔講提一提，先嚟問一下非常嘅貼片。同講線上因為學韓醫，這個原因煙癮非常嘅神奇。其實如果講啦，我大細來講，我係只國民醫通啦，吼，直接去看本身上看我皮膚嘅問題。我對啲韓醫，因為我媽係當成韓醫原因，所以我對韓醫唔好講生分。天意是自家對顧問啊，喺度講乜嘅武俠小說啲東西都有興趣。對個血統啊，乜嘅藥材啊，乜嘅功力啊，咁嘅東西有興趣。所以大學時間是想講鑑一隻韓醫來讀啱先。我覺得這真的很有趣。大家想看用一個後生嘅年紀在看武俠小說來講，喺武俠片嘅時間，例如還點穴有沒有？什麼百會穴、湧泉穴，很多穴道就覺得好像很有興趣，乾脆去學中醫，可以連續動到個穴位，對不對？哇！你看，你要是線上，伊上會做韓醫世界一個演技非常嘅有意思，因為很多了解電視到佢嘅興趣結合結下起來，不過提天然下來，然後跟住我哋分享嘅係冷天度咧，大家會特別會知道手腳變冷，尤其係什麼原因？而且動奇怪哦，你上面穿得很保暖，你走到凍少暖，你嘅腳骨係講變。你整個人就是很冷，對，到底為什麼到冷天手腳會變？其實做啲先對韓醫嘅觀點來講，頭版已經講嚇，男陽女陰，男性陽性是女陰，哦，女陰本身是係好讓大部分人啊好讓大人，撈誰來比起來？天意是講。成日會要熱時代嘛，會要解生理期嘛，所以多少血會流失，呢時候會冷啊。第三點是講要都係一般嘅，有乜講腳衫褲問題啊，成日好這樣嘅，要都可能腳好短好小腳呢可能揸到差唔多腳趾頭了到。就是你走衝服唔夠，你鞋子穿那個涼鞋有沒有？腳露在外面，到挪背是不是好冷？OK。再過來是用降配啊，降配寫得好小，跟顏料時間好大嘛。所以冬天冷天走的是好凍係嗎？如果怕手腳冰冷。應該係講本來有東西是你食幾多東西，你熱量是有幾多嘛？所以熱天有時好少掉。熱天，如果講熱天，你自然也個新陳代謝會好
好，OK。啊，浪天是韩语讲冬藏嘛，藏起来嘛，所以本来是储存的一种观念。错，所以也是像为什么东东改同们要冬眠就是这样，所以早先上讲其实有血循环改问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而且到了冬天，我们的人体就是好像适合冬眠，所以你吃的东西食物也会影响，要储存，我们要在体内储存很多的热量，都得维持我们的能量，所以难免很容易动东西摸骨头都弄被吹风啊，天气本身是好浪，就容易手脚冰冷，尤其是什么原因？那天然下来水问的，该台甲袂问讲，该倒台是讲什么原因冻僵手脚冰冷，该用甲散。冻僵其实上爱同爱门前来讲啊，我会建议平人讲。假使我们就买个暖包，暖包，你做得买咗冻到什么会压到手，对，错，我病到比如讲，加三伏地背嘛，对，那我建议讲，你做在那边哈，加一个隔热的哈，达到你那个肚脐部了到，淡黏，因为你算是只穴道、血头，因为线上没有讲到，因为线上又。讲到什么上中下、上焦、中焦、下焦，还有那都是穴道，是不是？该是一种身体，就是讲身体的分法嘛。OK。可能拿一只病来讲会好。好，我啲，反正意思是讲到肚脐两片的时间，该片有只穴。算有穴道吗？还是说那是一个贵条全部黑的。OK， 所以这边的这个部位是可以冻除保暖的。因为下部是在丹田嘛，丹田的。错。丹田还讲小暖，意思贵加饮水好小暖。有，你看你昨天是都在看到两种图哈，又分上焦、中焦跟下焦嘛。我现在压力好大，好像在中医考试哦。对，然后上焦这边是心肺。对不对？性虫，然后脾嘛，虫嘛，然后中焦是胃脾胃，然后下焦的话就是像大小肠，好底下偏，所以黑公抬杠为起到这样手脚冰冷。我们的第一个观点当洗热水澡是嘛，好，不过线上讲其实昨天卖干暖包，不过怕我又受伤，因为去上去停扫，隔着衣服贴在这个肚脐部俩顺头，其实是有可以帮助的。哇，那这条冻凤片呢？其实念是你讲个药妆行，念是有没错，而且冻凤片，不过就是注意不要烫伤，因为它那个是很烫，总得起家娘懂你的皮肤，很娘懂你个上肤。所以那而且聊非常个凤片，相信冻都改上班族，记得去欧多外送办的时间做挪北去的时间，其实烤凤的起到非常个唔送手，你是做在肚你俩肚脐两片大一袋，身上讲的安用。冲锋性改暖包当年安用披茶去送办，整个人也会暖和起来。什么？但强也安用因哦，其实我也好好啦，我们身上一张问题，你研究我大概看广告改时间，有发现有浪天斗嘞，是不是动卖那个泡脚袋？头摆为那张面盆紧胶，不过等下会买个泡脚袋，都切头安用的，我就很想买耶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咧，唔会冻贵又冻利片，问一下泡脚紧胶做得改善哦。紧胶做得啦，如果讲对物理性来讲，应该属于哈，很爆嫩那脚骨的哈，所以你按顺番来讲，贵家人会好放松啊，不用轻松，那因为是不是因为脚底有什么穴道？脚大来讲，你有个穴道呢，叫涌泉穴，中间对不对？脚底的中间。其实。大家因为大家都好难记，大家是记得讲哈，咁因为cái足弓哈，最輕cái腳底筋膜、足底筋膜嗰片時候，潛下去最酸軟、最痛嘅嗰點時候。所以等下大家攞海豚睇去，輕腳大概足弓最放中間嘅輕下去講，酸軟是湧泉穴，這跟泡腳有關。泡腳是因為湧泉穴堵該片，所以緊腳比如。
效果是这个原因吗？其实韩系西医来讲，当到年底来解决掉事情，像耳孔，你咪讲有一种讲法讲全息率，全息率意思是讲耳孔代表你几只无线。啊，脚带未强用嘛，你是该脚底按摩，你鉗脚些，你该师傅会帮你讲，啊，你鉗到哪片痛，係代表哪片冇鬆鬆，是真的嗎？該係只原理啦。原理，好，因為特別傾哦，你胃不好哦，傾哦，你心臟唔好咁。OK， 所以做啲針灸，問一下吼，你現從你係先生帶來嘅是種嘅藥材，你係針灸嘅藥材係冇？如果講你下學市面上當到買嘅，你看你係用到蛋糕去簽嗰種嘅購物商城，當到嘅藥材包，啊，有啲係利息嘅藥材，有啲係行血嘅藥材，啊，我係簡單幾時就第二從頭看得到嘅藥材，啊，第一種是係好吧，主持人特別是椰就是艾草，啊。第二種是風化，香血嘅嗰種，啊，另一種係葉木草，黑我喺度加槍嘛，呢咪係一種香血嘅嘅藥材。第四種是薑麻，一係造薑麻。不過我建議因為你買一些買好方便，你是買濕嘅，生嘅。哦，生嘅啊，做得好。到了尾大家有談到線上講嘛，解嘛，出嚟香血嘅，或者是做啲針灸嘅。不過針灸有乜嘅事情我咧特別咧注意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陣仲嚟講。今日特別繞牆到韓醫師吼，靈性上來到節目地，除了大家來講，冷天到咧，有乜嘅注意事項？你講到冷天吼，當會手腳冰、手腳冷，所以講到眼影啊，咁個了解眼影過後咧，其實大家都當流行針灸。講實在話啦，先不管針灸有好冇好。你把腳放到熱水裡，然後就變成少水，就是舒服啊！你知道那種感覺。而且心上講到動後，就算你覺得，不管你是不是只泡熱水，或是放藥草，你起到速鬆過後，你還是會覺得血液是有循環的，而且會有放鬆的感覺，咪不用輕鬆嘅感覺。咁個上台節目你講到，你現場擺咗4種嘅藥材，像該拍嘅是薑麻，啊線上要講係講你冇造嘅薑麻，不用濕嘅薑麻來做的，對不對？我嚟問一下，就你去到診所都買得到嗎？買得到？買到，有種係接觸可能到嘅藥材，所以買到。梗係講我哋，梗係去到韓藥店來講，去到診所，我可以直接問說：我要泡腳，我針灸有乜嘅做啲推薦嘅冇？因為從來唔啲做啲泡乜嘅黑艾草啊、椰啊對，其實一般兩片大部分藥材嗬，一般人來講咪做啲針啦，因為像係講解風化嘅部分要注意，因為風化本身係行血，啊就到。可能有性紅嘅婦人家，佢會起到手腳變冷嘅時節啦，嗬，其實做唔得凊彩去，講嗌去飲去買來一個針啦，可能會強調一下，韓醫師會較好。所以我了解咧係講，鄉親朋友想去買藥材來針灸，你做得許多改變，你係攞線上講你嘅情況，如果你係講有性紅，你係攞佢講，啊你係做得情線上建議，你係清醒嘅原因，你想去做一波下針灸，啊針灸係線上就俾建議嘛，嘅藥材本意，好，你喺線上自己帶，很有意思誒，我想問一下，那如果我泡腳，我針灸要我放1-2種也可以嘛，就我沒有規定要放幾種，對嗎？其實因為啲下嘢嗬，工作嘅投入都冇限嘛，簡單來講，應該是冇想準備很麻煩的哈，這個種哈，你是去全年買該嘛，該薑麻，這個貼得到該水。你是說你也講上薑麻？上薑麻，哦，因為你冇按到時間去鋪該藥材，還得買。啊，我覺得線上實在是太了解了下送辦感應咧。係講你情緒動冇，喺線上意思係講你是炒時買到上嘅薑麻，不用到水掉毒，是做得咧。其實簡單來講，就是讓你稍微血液循環啊。那溫度咧，水的溫度？要看你，因為一般來講，其實就是泡腳注意事項嘛，對不對？我到呢一片我會特別建議講老人家，因為老人家皮膚薄，尤其係嗰種
糖尿病的病因。该种因是我是建议讲莫正常上可能38、9度到跟身体体温差不多，高一点点，高一些时候嘞。我记得讲，浸了后因为出走了，也叫就是浸过后落去出走。尤其我建议老人家，我降低为调度安尼。哎呀，就是为对度的意思。出走，那是不是会很干？是不是要擦乳液？我嗰度有个乳液啦。然后系讲唔系老人家时候浸好久做得冇？还是有嘛个特别注意吗？看也系清新啦，就是听下讲的没讲你后生意思做得讲浸到冻烧啦。这跟泡温泉一样，你总得浸长久，所以差不多线上讲系咪差不多15分钟？15分钟是做得，10分钟。老人家是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。5分钟到10分钟是做得嘞，5分钟到10分钟。因为老人家对嗰種溫度嘅感覺好冇咁敏感嘛，降低會錄到安尼唔所以大家要注意哦，冷天到咧吼，尤其係寒流來嘅時節，大家要吃到豆腐卡凍，讓寒天時嘅時節，裡邊鋪張小被被有冇蛇屁蛋，然後還來真久，咁個先生講嘅，做唔得真長久哦，吼，講真長久電導對身體唔好，對皮膚咪唔好，所以經過後嘅高點乳液本嘢叫好滋潤到嘅，15分鐘到20分鐘是做得咧，係講你難死。自己出風做下，然後叫媽拿出來切啦，變落去是做得咧。係咩講？其實賣安用嘅做菜用少水先煮過，是不是？煮過會好出來掉啦，咪有啲因為變到米酒，因為酒精會溶出來，漏掉嘅要用物質溶出來啦，有啲因為好。講緊就嗰種好晦氣啦，看看起來我們的漢醫師也是走一個簡潔路線，佢大多來本大家來看過幾次教說我係吃到就是烽片時候咧、裡片時候咧，不過講到咧吼，我吃到咧係緊腳嘅部分嘛吼，而且有發音動體片，我們很喜歡進補，食補，因為大家會講嘛，就是係講有兩千是食補嘛，好，目前已經是緊腳嘛，咁啲係已經係食補到緊腳全部都強下來。對，你看係講到浪天也是這樣，我先講一個比較不一定是正確的哈，就大家會講哇，浪天倒了是羊肉爐，好，裡面還是有點中藥材嘛，哈，肉牛，係冇會講是姜媽鴨，好，感覺上都是補，可是我是覺得補有分很多，比如什麼熱補、溫補，或是。嘛解吼，和因為一般來體會談到嘅是係嘛解，食川大補湯，好西門人都會食嘅是係食物湯，和愛吃家當好是係洗心湯，所以每下線上從兩啲東西算補麼？用因補又嘛解注意嘅麼？從頭下講到嘅嘛解食川大補湯啊，嚇，喺你講食物湯兩種嘅好話補血補食物係補血，如果講四川大補湯底部是有食物湯，所以食物本身係補血嘅，個四川底部含有個細菌子湯，個補脾胃補血嘅，個成分同底部多，所以補血主要係四川嘅功能。食物湯，聽話講到係四川湯，就表示到嘅四川湯，嗰種係補脾胃，利濕嘅嗰種。去濕氣，利濕補脾胃嘅。問一下哦，就是說有冇該種的狗糧嗎？不能過量，譬如四物湯也不能令鐵豆，我一般有講法嗎？我知道肯定看人體質的，因為每當到其實每當到西醫是對，我都有誤解啦。是嗎？知道講，意思就講，有種因為知道講係咪解食物湯為咪解子宮肌瘤啊，肯定錯，對。去到我嘅角度來講，其實我肯定看因，我就該看因。所以早先生講係講你仔細想食了啲補嘅東西，我是覺得適量。可是如果係講你有點生理啊，比較擔心，真的就是基本性上看，然後性上會根據你的體質，因為老師性上
是不是会把脉？好像问得很谨慎，有没有？我很怕他说，哎呀，现在没有人在把脉，所以他就会把，他又打妈嘛哈。然后线上是做得了解你身体该冲空，了解你身体该冲空，是不是让你讲，哎，你做得行嘛，该补平，量大概多少？就像线上讲，有的人身体是好像天生燥热的，好热，希望你大家会讲啊，你身体好寒，寒到热嘅人是不会时间没冇强咯，什么？该是可以讲的阳气、阴气、阳虚、阴虚嘛。不过讲到咧哈，我们讲到洗心痛，四神汤是比较温和，贵烟调大都做得行。基本上系。俺聊聊团节目的时间哈，你该气化起，你听着嘿，俺问先生洗心痛，要不还是听嘛是香的。虽然我客家人，不过我食家咪提摆糖度甜的，我朋友讲我讲第九年是甜的。马沙讲洗心痛都已经是甜的，好吗？所有的客家乡亲啊，你好好的不以你给免诉留言。如果你们家还是甜的，请你告诉我，不用太过煮甜的，当到客家人爱用食啦。俺糖讲土然好肉安用食啊，因为俺妈苗栗人去到冇安用食。你注意哦，我们这样会变成桃园跟苗栗的分野哦，对吧？然后线上讲，是甜是甜豆会怎么样生痰？这。我觉得这个不准，其实如果係講心脈嘅聽嘅都會生痰，風頭痛聽聽咪總得，年差聽聽咪總得，係咪？鎮住年差聽聽咪總得，風差牛年聽聽咪總得。所以其實了解到大家的不一樣啊，其實四神湯算溫補啦，我覺得算蠻補身體。其實係平補。平補。所以一年四季只要你願意都可以吃，都做得食。還有洗心粉咪做得泡少水令安用飲。做得。而且係講補手是用線上講，是不是聽說你的整間用飲補完之後，整臉長痘痘？有啊，因為要到阿祖阿爸阿妹時候少講可能冷天啊，成日我來補一下，佢要到青春期嘅嗰種蛇膜哈，不然沒補到貴面，結果是蛇膜呀？蛇膜，那也太可憐了。那什麼誰來就算了，對不起。所以是蛇膜滿臉痘痘是不是？係啊。哇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哦，係冇啲補害，即可能貴面都會上嘅重新腫脹啊嘅東西。還有嘛個注意睇，再聊下，你等下再同你講。當翻就啲繞牆頭，連線上呢個節目地圖啦，大家都講吼，冷天吼，你要注意幹嘛嘅事情。上台節目呢講到，我覺得補是不動吼，可是要本身上可能的體質，不要補錯了。希望講有一個青少女，然後兒童改編，結果本爸爸媽媽一補係貴面都會腫瘤，對，然後哇，那個係個摸好保養，還把面會有一些我們說痘疤。尿面啊，什麼嘢不可以哈？了解老大家來講吼，補嘛個東西至少要都注意。講到兩片吼，想來問一下哈，大家會發現嗎？就是補，你講補的世界，其實就是我們常常說很多食物都可以來補，其實不一定要吃藥，對不對？我們可以吃天然食品。所以今日一開始到大家來講的是嘿，食材性味大解密，食材性味大解密。好，比妹好，大解密，就唐公他們就拿了一些來考我，想說可能我聽錯唔會，其實我有可能會答對，好嗎？線上有看到嗎？有。你看佢講溫熱性、平性、寒涼性，這你會吧？我呀。好，你會是不是？好，這麼簡單。大白菜、大白、太白菜、蘆筍、Q2奇異果、柚子、火龍果。這種就是溫熱性，你現在笑是？好，等現在我剛才是不是答對？等一下，高麗菜、花椰菜、風吹頭、草莓、木瓜，就是好。我覺得我要改，你剛剛笑了一下，然後這樣子，安用音，辣椒兒、大蒜、嗆蔥、香菜、薑媽。牛眼、櫻桃、榴蓮，然後
高丽菜。好，就这样。巧，200分。耶！所以乡亲朋友看到吗？所以你系表示嘛，其实乡亲朋友在食东西嘅时节，其实很会注意哈，你去跟他食到嘅东西，它还是有它的特质。所以你还为什么伤心意款系改世界，你会觉得那个很性上动从那个妈妈或者是老师，你笑的原因是，其实他就会说，那个少吃一点哦，用教怎么这些，有些汉医师会说不要吃香蕉，这个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不能吃香蕉？用教就是一个很营养的水果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怎么的，但性上为讲怎么那些用教，还有不可以吃馒头，我是在乱讲对吧？这是。考验体质的，考验体质，所以有人体质真的不太能吃香蕉。用教係因為應該是用西醫嘅角度嚟講，佢嘅鉀離子。鉀離子嘅問題啦，啱啲食字嘅情形，錯，有可能肌肉有啲問題。OK， 好，你一時時係乜嘅咧？所以你係講對安樣嘅食物有好多嘅了解。平常時你都冇下食盤嘅時間，食高脂嘅時間是咪做啲特別的注意？比如線上係講咱講你體質係好容易是乜嘅東西做啲冇食很多，對不對？當然還是要均衡飲食，然後均分食東西係體重了解，不過你還係有得注意。好險我有答對。有紧张了一下哈，因为这中间感觉有陷阱，有陷阱度地度哈。不过讲到恋爱时间，让天的时间出体，你讲手脚好变好啦，感觉好会流鼻水，而且我觉得会抽，而且燥抽，你得感冒改抽，就是清喉咙或者干咳，可以怎么预防来讲疏解？我先講嘅造出嘅部分嚇，其實你係大家知嘛，新冠 COVID 嘅問題係會漸當多因為錯啊，還有講貪凍多啊。其實從你下嚇冷天些，我會建議講，睡夢以前嚇準備條嘅短短嘅泡泡嘅毛巾。你是看到兩片。那圍巾也可以做對吧？做得。姜餐。姜餐嗰種嘅，有一種沒有一種嗰種套頭嘅嗰種做得，是不是邋遢嘢？你是說睡覺整個這樣子套頭？哦，嚇死我了！我係講一個兩件部分的。我知道，就是整個圍住脖子的。OK， 蠻好的。係，有一種方法啦，是講。在 M 啊，嗰種補口罩做，嘅補助嘅嗰種做得 M 同樣嘅額頭嗰度。額頭，你說這裡，哇哦！那等一下，如果說係講鼻子過敏感，你係咪做得戴口罩？在 M 呢？因為在 M 是變到講，你可能是架到下部，你最下部嘅地方架到皮孔，上部嘅地方部分架到額頭。那也蠻好的所以講你的那個口罩比較大、比較寬，你走得堵你頭炸到鼻孔，因為從過敏感你打造型紅一類嘅細節，就會一直流鼻水，就類似像過敏性鼻炎還是什麼，然後浪天抖呀，氣候一變化就會貼片秧蟲，所以大家有談到我覺得真的凍蟲擾蟲，大家浪天抖挪北行嘅世界，係講有帶姜餐，就覺得好像整個人溫暖很多就是很奇怪，就是你這裡溫暖了，你要不少暖嘞，腳骨少暖嘞，整個人就溫暖了，所以線上強龍嘅頭裡係咪用英講水母世界放什麼？像冬季的一些保健的一些，像嗰種學會造出嘅，因為我會建議講，該保溫杯嚇，你種一罐溫燒嘅水，紅蔥假使紅蔥屙尿咪好啊，佢哋講繼續紅蔥那些淋入去，這樣子有幫助。這樣對乾咳又有幫助，多少就了，因為你有潤喉嘅各種效果。OK， 還有你冷天嘅時節，水母有些有嘛個特別嘅注意嘅事情嗎？水母嘅時節咯，看有啲人做乜都冇出汗，佢幾做得做乜嘅水母啊？我啲講有啲人做乜都叫佢調小，因為會貴先汗，佢電到會冷到好唔好？假使你係嗰種好驚冷大，我建議講做乜嘅。那大家都整理一下吼，其實係講，你驚抽就係照抽，像剛才先生有講嘛，因為新冠肺炎可能有一些後遺症嘛，你做得大家姜餐，有一片胃黏，然後係冇，我第一次聽到是額頭誒。
这个是可以头痛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因为你红葱有的人两片好敏感的人，这额头喙头跟额头已经是会痛啊。OK， 係講要。其實兩片沒有額頭啦，額頭皮孔，可以遮一下這樣。鼻竇、跌竇該種基本。這裡嗎？就你說這裡嗎？這一區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第二邊鄉親朋友講有糖度做，第二邊就是稍微溫熱一下，然後不用咋溫解，就是保溫瓶可以不用溫燒解水，係講只是可以偏受一啲細細一嘴，不會燥莫按燥。可以保護一下喉嚨的乾咳，對不對？好，到第一篇當天哈，其實你係大家有咧注意事情，我愛特別咧問下長輩，愛提到長輩，我覺得浪天對長輩特別有影響。好，我就在想說，是不是長輩，例如說，像冬天照心頭，有的人他哋會不會習慣醒點紅一類烘爐，有冇客山？是不是長輩起床有沒有特別要提醒他們要注意的？愛提到是一隻是慢。慢動作，莫調。年輕人還好，後生人還好。其實後生人愛提到未愛保養啊，不過老人家要起愛。為什麼？容易講。應該講，即係個肌肉嘅個彈性啊，還有個應變性冇咁好些。你一下子紅起，你可能會閃到，佢哋講。會，對，因為而且我老人家這些紅起來生意。意思是講，你都不怕睡夢，你醒來了，你就是你醒了，想嘞，不要立刻就起來，你可以先緩緩的，好，先調整一下，慢慢好起來，湊起來，因為下到面湊眉毛一下子下起，對，這個是一個小動作，可是我發現，發現動到老人家沒有做這些小動作，其實真的有一些影響。對不對？哈，這個是慢慢的。還有一個我要讓大家認問的，說冬天好像很容易起到僵硬啊、肩膀敏啊，那種落枕什麼的，早上起來就會這樣，為什麼？對，其實講土地啊，所以講因為個僵硬冷天時叫佢縮起來啊，因為好硬啊，肩頭會好硬啊，所以從日本要假使有這種落枕頭，應該會建議佢買兩隻強力嘅棉球，用到面衝蓬順啊，紅衝以前發到時間用到嘢後背用嘅重力你自己去啊，然後你落去所以輕片啊，用年輕人也可以做得，就是只要你有肩膀、僵硬、酸軟問題，腰骨沒做得，腰骨哦。所以等於是先舒緩以後再起來，再紅衝。紅衝那些最冇人會的方式是打直紅衝，先打直水，這樣紅衝。哦，我記得你先用水，你也想的，你也紅的，你先打直水，是不是？先這樣子，然後你長紅起來。哦 ，OK， 大家冇想可能係怎麼說？好像是很小的小細節，可是這些小細節幫助動態哦。好，棉 Q 那個還可以提一白糖豆，我們講還起咯。因為像我也是動容易肩膀，然後講緊嗰邊是咪動硬搞，從線上講嘅，所以講不用用張棉 Q 度順條紅起來先，先幫按夾紅起來，不用到。有沒有放到床上稍微去壓一壓，然後讓這裡好不用燙手，然後再打隻水，這樣紅起來，是動作來幫助吼。哇，表示你基本嘅老大家來分享冷天，就等用伊來保養自家嘅身體，到特別來注意嘅。感謝線上呢度節目地圖，有機會就個繞牆線上呢度聊天，老大家來分享，用伊來保健嘅你嘅身體。好，主持人希望大家好，睇您下來繞牆，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做運動了。從去福喜來呢個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來呢個免數傾站，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，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，感謝大家。